后来乡亲来看这个上新的消息，发生伫2018年7月初3，带着视觉失调症的男子，因为补票的问题，甲列车长起冲突。24岁警员李成汉就车来处理，去互对方来抬死。凶手一手防破无罪，检方提出控诉。二审改判有期徒刑17年，专案过来上诉。最高法院今仔日驳回上诉确定，也就是判刑17年确定。这个火车顶台警察当时是顶行全台湾，嫌犯因为带着视觉失调症抬人了后，予法官判无罪，引发全国热烈的讨论。到底精神病患者犯罪爱负责任无？遗憾的是，这死者李成汉的爸爸因为听到后生房抬死，嫌犯竟然会当无罪，最后是郁卒来死亡，留下老母亲一个人伤心来过日子。所以检察官决定要控告上诉，二审判17年。检察官继续来上诉，拄则最高法院确定驳回了，犯下台警察这个嫌犯，互判刑17年确定。